台北市的市民大道中道有奥多摆家己烧起来，会去烧到边啊8台。警消人员发现这个情形了后，来到现场拍火，初步判断应该是这奥多摆车厢内面的锂电池伤过烧，才会来导火。就这奥多摆车行的这个头家讲，目前这奥多摆真侪拢是装这延伸电池，无啥有可能讲因为天气伤过热就来导火烧的。中道一台奥多摆停伫人行道的停车格，先是忽然间呛乌烟，后一秒竟然直接导火烧，火势一个无法度控制，阁烧到边仔的奥多摆，结果规排的奥多摆拢烧起来。台北市市民大道31中道传出火灾，有奥多摆技术家己导火，警消接到通报了后，第一时间就到场要甲火势拍花。至少有8台奥多摆烧起来，严重的是烧到臭火焦，敢若剩骨架尔。现场拢是烧塑胶的臭味，有受害车主到现场看到规个戆面，才停几点钟尔，伊的车就烧到密密麻麻。不知道怎么办，因为这个车我就是一定就是放弃了啊。涂骹有落几啊粒锂电池，火调科采证调查，初步研判应该是奥多摆车厢内的锂电池过热才导火。警方嘛调查导火这台车的车主，对方讲这台车在5当前，因为旧的电池歹去，就家己去买锂电池来装。有奥多摆行的头家讲，奥多摆大多数拢用延伸电池，无啥可能因为天气烧热就烧起来。这种铅酸电池的时候啊，从来没有说，这样会自燃的了，大部分都是，车子啊。老旧啦，或者是说，它线路啊有破损，才会有这种情形。那之所以会烧起来，可能第一个是电解液发生了一些变化，或是电池受到串击碰撞，可能用到劣质的电池，也有可能造成这个原因。有化学老师嘛分析讲，有可能是电池的品质出问题，还是轰动到才会导火烧。不过详细导火的原因，阁要等进一步调查厘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